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琉璃。喺今集開始之前，先插播一下上一集嘅內容。喺上一集，白晝喺明知向白蛇許願係陷阱嘅情況之下，都係同佢許咗願。佢將會有咩對策呢？事不宜遲，正式開始。耀眼嘅強光籠罩神社，空氣入邊彌漫住強烈嘅靈力波動。海玲緊閉雙眼。當光芒漸漸消退，海玲緩緩睜開眼睛，見到眼前不可思議嘅一幕。白晝毫髮無損咁企喺原地，而白蛇嘅身體卻迅速枯萎衰老。點解會咁嘅？白蛇嘅金色長髮開始變得灰白，皮膚乾裂，神情充滿痛苦同不甘。點解會咁嘅？我嘅力量竟然喺度消失緊。係時間。白晝佢原本就係已經過世嘅人，佢根本就冇未來嘅時間可以攞。睇嚟你喺吞食其他人嘅時間嘅時候，從來都未諗過自己亦都會有失算嘅一日。白蛇嘅身體就好似風化咗嘅沙一樣，慢慢剝落。佢試圖伸手捉住啲乜嘢，但係卻徒勞無功。金色嘅髮絲喺風入邊化成塵埃，隨着破碎嘅神社一同消散。神社嘅建築結構開始龜裂，石柱崩塌，神社入邊嘅燈籠喺閃爍幾下之後熄滅，最後化為一片虛無。白蛇佢發出最後一絲沙啞嘅低語，佢嘅眼神由憤怒變為驚恐，最後消失喺漫天飛舞嘅塵埃之中。冇可能，我係神明，我係永生永世受人尊敬嘅神明，你哋呢班人淨係識得一味所求，我攞少少報酬又有啲咩錯啊？佢嘅身體喺風化入邊化為碎片，最後一縷金光隨住神社嘅崩壞一同消失，留下一片荒蕪嘅空地。曾經嘅神明，如今只不過係時間嘅塵埃，終究歸於虛無。而被奪走時間嘅人，一個一個恢復正常，皺紋消失，頭髮變翻去原本嘅顏色，仿佛一切只係一場夢。原來時間真係唔係任何人都可以觸碰。時間唔係人類嘅財物，亦都唔係神明嘅憐物，佢流動住，帶走一切，亦都會帶嚟一切。所以人只可以活在當下，或者呢，但係正因為咁，活着先至可以顯得有意義啊嘛。海玲望住白晝，心入邊湧起無數嘅疑問。佢曾經係邊個？佢過去嘅時間又係點樣消逝？但係佢並冇開口，因為佢隱約知道呢啲答案或者係唔應該被打破。事件告一段落，唯有時間依然靜靜流轉。白晝嘅身影喺微光入邊顯得飄渺，仿佛與呢個世界漸行漸遠。難得計劃咗一切，真係一條冇用嘅蛇。多謝你睇到呢度，今次係我第一次用動畫嘅形式去製作故事。如果有咩意見，歡迎喺下面 comment 同我講。如果有興趣知道故事嘅後續，亦都可以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咁樣係我創作嘅原動力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